10000块下来了，带你去百货公司逛一逛。7000块给我， 7000块，你要干嘛、拿去缴安心班费用啊。没关系，我3000块出去玩。这3000要给妈妈买菜的。这是普发不是普度众生妹妹，你还有200块可以借我吗？就跟你说连毛都没有了啊，鬼刚耶！哟，爸爸，今天穿的比较像人哦，要去哪？帅吗？你也去换衣服，我带你去百货公司逛一逛。我的普发10000块下来了。来这边坐着聊。怎么了？钱呢钱这里啊。 ？7000块给我， 7000块，你要干嘛、拿去缴安心班费用啊。没关系，我3000块出去玩。这3000要给妈妈买菜的。这是普发不是普度众生妹妹，你还有200块可以借我吗？就跟你说连毛都没有了，不要再整天在那边幻想有的没的啊，鬼刚耶！